家家有好声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 Zoe。大家好，我係英英。哎呦，結局哦，付唔出嚟啦。啊，做乜嘅付唔出？冇啦，因為吼，哦，我想愛送束修俾我嘅拳擊老教練。哦，我想講吼，係送東西俾佢看見我教我下度嘅技巧冇。哦，你係交學費啊？係啊。我老你講，束修漢語人類就講法。就係呢，佢係講15歲嘅細來咧，你學習，然後老師有教無類嘅意思。正經同我講法啊，你要出15歲細來，你看我帶領束修很有活力吧？好啦，我最想講，我送俾我老師係錯嘅啦，唔過吼。我要送食譜俾佢，我佢唔點樣滿足啊！食譜，係啊為到送了還寫食譜啊！係啊，當然啦。挺麻煩，我請於微信上來教你，安好。漢族用嘅料理，韓國食譜，歡迎好冇？好，因為老強嘅漢族用嘅談音，溫聽放欣賞。好，溫先生。哇，溫老師好。主持人好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老師有看到嗎？我這個束修綁得如何？哦，凍醬誒。葱葉我係嘛個葱葉嗰啲豬肉凍醬係冇？係啊。你先講，他是迄老師，你看到了要凍歡喜嗎？喂。哎呦，什麼嘢？好，唐講吼，溫老師，你係客家人冇？唔係。你唔係客家人？唔係。客家話講安怎？誒，冇凍醬誒。哎呦，冇人講，你係福隆人。係。哦，我很快叫我請來食。好啊，來。好，來，叫我來食，好，來，你係你帶來嘅鹹豬肉。係啊。好來。我自家親自做誒。你自家做誒？哎呦，來試下，鹹豬肉嘅凍烤。凍醬誒，三層肉。一般來講吼，人哋食到嘅鹹豬肉配嘅較多。唔講人家配嘅老醬咧，分布得剛剛好。哇！我老師食過。唔係油。唔係。唔係。全部唔係，而且好香哦。好香。係啊，緊咬就緊咬。係啊，因為你唔敢食油啊，食到愛一定會掉到。係有，會掉的。還有，我做一般鹹豬肉整嘅較鹹，而家嘟好。唔是誰？唔是誰哦？唔是。哎呀，很厲害哦！佢用乜油機飛啊？做鹹豬肉？有一擺啊，我老朋友的摩卡食盤，該家媽媽是那鹹豬肉不能安尼都食，該食嘞時節啊，安尼是講哇凍好食嘞，食啲安用凍好食嘞，哦，結果啊，其實講凍簡單嘞，是用粉。毛毛嘅是做得食嘅。哦，唔是講啊，要愛希望嘅愛做麻煩嘅事情，直接都來食。其實講用粉醃製是做得咧。結果啊，我是擺脫機啊，同我去買粉。結果該看製作嘅過程當中有啊，我是看該啲蛋糕啊有添粉。哦。係有添粉，結果添粉佢用提一扎。該因為安尼也該表示有啊，你不用提一張是表示你是不用強度，就不用最多的啦，嘿，是安用因。就只有講，其實鹹豬肉做得應該係食到當健康，應該做唔得講，不用太多配啲東西。錯。咁你本單係做乜嘅？我做中介。哎呦！中介豬肉，做中介哦，真嘅咯。佢按你幾年剛開始想講，我做得嚟做客家嘅鹹豬肉，而家本客家人。係錯。哦，難怪啦，佢要學一開始學有當困難冇。我研發差唔多有半年，所以我特別研發嘅時間啊，我是送我朋友啊親戚食。所以我係朋友是總愛白老鼠。哎呦，慢講，跟下一什麼嘢？因為你哋朋友啊、親戚朋友識到，慢慢嚟將研發出來暗好食嘅鹹豬肉。
当然，今日带来安好是含中，一定要做好食的料理啊！哈，人家做一开始讲到的，用最简单的方式，用最天然健康的方式来食安尼含中药，佮一天来做来当健康的料理，不安尼食咯，好嘛？先做嘛该？客家的含中药三明治。哎呦，早午餐的感觉，来开始做哈。两下呢，快时啊，安尼是先烤吐司，好烤2分钟，烤几分钟？2分钟。好，2分钟。来，先开火嘛哈，来，我弄开。好。那先做嘛该？先软，先软。先软系嘛？油不用滴了。好。好。咦，你客家话讲安好，几种讲腔用的？有腔用啊。客家话讲讲好。講開了。我聽先啊，要老先生先特罪估一下，叫麼我客家話麼講當行講啊，大家時都講到當長。比當然都係啊好哦。你嘅鏡本計老人家談到講，廣東唔長嘅。唔會啦，好啲要一啲嘅社會哈。好。來。簡單。你自家啲屋企會煮什麼？會啊。沒會。有蝦應該會煮。有蝦哈。謝謝。跟軟油啊，是那個煎熟哦。有兩下凍到該食啊，你冇雞油啊，應該是吃到該軟油啊煎熟來食好。聽眾講，你一開始做鹹豬肉嘅，你係想法就會食到好食又會健康。好，所以你在料理嘅方面，你就動點子，好東西都會食到安全，好最主要。是。跟人家做半年的時間啊，你有算過？你做過幾多條鹹豬肉嗎？算唔出來，凍到。所以我嘅朋友吼，總愛白老鼠啊，是凍到我嘅鹹豬肉。哦，你談到生的吼，麵包本地這個白蝦，等下一一拿出來哈。做鹹豬肉啊，最冇慳係乜嘅時間？好的時候，好嘅時間。因為已經重點吼。因為時間是你來都該重點啦。更有吃過，譬如講，你客家鹹豬肉啊，原住民沒有鹹豬肉嘛，吼。你吃到你有吃過原住民的鹹豬肉？有試過，不過凍鹹。哦，就比蝦冇強用。係洗煮，應該係洗過。啲係洗過呀，燙過。係。嘅愛洗過啦，吼。後來生下來做乜嘅？吐司。吐司哈，好。你鹹豬肉切過未？吼？你有冇切過咧？切隻嚟，粗粗加煎軟嘅鑊嘅吼，切隻嚟煎。因為啊，我要煎鹹豬肉嘅經驗，所以講，你鹹豬肉嚟本身出鹽嘅吼，唔出。有火冇燙慢哦吼。鹹豬肉本身出有油嘅，你出切隻用安尼來煎，用牙油。這樣看起來像牛排哦。對啊，這看起來很好吃。讓它點。好，來，跟人生下來做乜嘅？小心哦。來到吐司。吐司切邊，哈。好，把我們的吐司切邊。對，那我們就等一下帶入。等你呢豬肉。你要用辦套鹹豬肉啊？譬如講。當然啦，因為我當好嘅嘛，吼，佢有上市買唔到啊，我去市場去看到鹹豬肉嘅饅頭。我係3天係頭3天，跟兩地是梅花肉。梅花肉是主要是講本老人家啊、食蚵啊啲好，因為唔敢食灰嘅。所以我兩下是用梅花肉。所以我有做梅花肉、3層肉。有按你份的哦，好特別哦。好，跟你一般買轉來，像梅花肉，梅花肉因為冇皮嘛，用板煎，這樣提供啊，我們煎起來不會太熟或太老。不會，因為這個梅花肉本性其實好很軟。對。哦。不是講一定要煎得熟就可以啦，豬肉蝦係
煎熟来食，然后牛排冇强油，所以你挑战看到当成牛排。係啊，其實佢哋係煎熟來。好，你煎到差唔多2面切，火唔好太慢哦。你做2年人嘞啊？你是做到午餐買半年嗎？有有人喺講，嘿，你是係買一條，你一條是唔係買半個，你講什麼嘞啊？係啊，嗰時誰該你喺幾時會動啊？你講做得牛眼麼？你講做什麼貨啊？麼貨不你結果幾時會動起來很失望，對。因為啲咧，其實做嘅醃料唔會難，唔講難就難在你係做多嘅時間吼。哇，會裝機會編機，嗰個嘅豬肉頭都凍醬凍腸裡嘅凍回貢誒。係啊，所以嘅做起來哦，凍花時間上去做好，幾點不春嘅梅頭，好香哦，來來，凍香。你試款有熟嗎？好，冇熟按你是到底這個煎呀？凍熟你係切牛排誒。哇，有，好香哦。那我們好，再來。開始哈，來做嗎？對，我們現在呢，你還再給我一個砧板。好，就是砧板把它分開來。刀子要換嗎？要。好。因為我現在切番茄。好。要給我利一點哦。好，很利。好，謝謝。好，西蒙尼。等下番茄。好，還用切兩塊。好，撒下來做乜嘅？我們現在要組合。好，撈去組合。好，兩下是先不用。亂不用下去。好，然後呢，我們接下來我們先擺肉。鹹豬肉，哇，一解鹹豬肉不用睇。好，番茄。其實按你講起來啊，買啲鹹豬肉啊，早晨的做是當豬沒做生，晚上也可以吃啊。好，那我們剛剛美生菜我剛剛已經洗過了，好，那我們是先把它。好。你要什麼？對，你剛切番茄的。好，謝謝。好，那我們就把這個呢放上去。好，最後呢，我們就把它組合起來。那有些人說那是安式啦，做得啦，咪做得啦。咁因為你是講啊，該中台的。我旁邊先。錯，剛剛兩下是老弟。牙籤咩？布丁好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對切。好。哇！拿起來，這剖面就很漂亮了哈。來，放上來。按簡單就做好的哦。哇，真好！來，樹那邊拿下來。好，謝謝。我一直覺得好香。係啊，做嘅幾件都係鹹豬肉嘅香味。係啊，我老師對咧，本大家看剖面之外，龍大家講，而且大家說咧係乜嘅？客家鹹豬肉三明治。來咯。一般來講，體積長度0.3公分啊。真勁呢，你懂厲害哦，它切得非常的精準，我覺得你是機器人。好漂亮哦，你看呀，我看到那個油花肥瘦的分布懂講之外，還有豬肉的紋路懂通嘅。風味有點焦焦嘅，有點焦香味，好有口感。還有啊，因為有豬皮嘅關係。
古手工刚才不用水，可以让那个猪皮的胶质稍微软化。等一下咬起来的时候就很好吃之外，汤汁还有狗狗，有没有？这就不用去勾芡了，甜盐呢。来食鹹豬肉三明治，你睇係鐵白色的哈。很棒，因為啊，吐司烤得剛剛好。跟還有感動跟鹹豬肉摸不剪到擦菜口感是一致的。好，我覺得非常的特別。因為佢鹹香本來就有米絲嘅，比一般摸不又要加個番茄醬啦、芥末嗰啲，唔是最天然的。哦，韓國啲你係牛牙凍盤，最近凍條啲係牛排，係它梅頭非常嘅甜圓，所以唔是嘛嘅其他的添加物，係啊，它搭配基本食材就凍好食咧，肉质很软，係啊係啊，冻成牛肉，很像，真的这个懂腔啊。再加上我们刚配的生菜哦，因为我知道老师从头到尾讲我懂清楚。佢用的东西最天然的，然后最新鲜的，最原味的，苏州的做出最好食的。好，唔過先生，你吼下貪心，按好嘅東西呢，基上為大家做法本佢嘅欣賞，所以總得是單場教你你一做，還有其他漢中嘅料理，本佢很好食。做得冇？嘅做得東西嗎？要做得唔來做？唔係，唔係嚟做，很記做。應該搶一隻凍嘅炒盤。啊，係，真假解？用呢嘅漢豬肉嚟炒盤，炒盤韓國其他嘅料理。係啊，哎呦，哎，係啊，我係什麼人啊？第一擺有能人來吼，喊搶主廚搶下來，真人懂排泄，不過結果搶佢出得好嘅，好嗎？好啊好，分享馬上。主廚陳主廚是陳好，陳歡迎陳主廚。哎呀，主廚好，主廚好，哎呦，太握手。你沒有懂說，有時候是啊哈。哎，認識。哦，這個陳主廚第一擺見面，我們第一次見面嘛哈。他非常有那個文青的氣質，我覺得你像打排球，你不是做菜的。當然都已經講啦，朋友都已經講。好，佢比較麻煩咯。你嘅溫老師請你來，要弄嘅鹹豬肉做當好食嘅料理，哈，佢結果嚟做，剃頭出來做乜嘅？鹹豬肉炒蒜呢？豬肉炒蒜呢？你要菜客家人當有名菜，你按頭上做得冇？做得啦哈。做得。嚟看好食冇？來。鹹豬肉炒蒜呢？客家鹹豬肉炒蒜呢，係最好食。大概係講有乜特別建議啦吼，阿婆啦、屋企人啊，烹作一定會有嘅。我可以按後上嚟吼，這個煎烤，客家嗌西嘅嚟講嘛，而開放有冇講？煎烤嘛。煎烤哦。笑一下嘛。好啦，剛剛講到哈，用啥音色，用啥惺惺相惜的感覺，提供最好的食材，提供最好的廚藝。好，開始來做哈。來，當然啦，鹹豬肉一定要油的嘛，蒜一定要油的。我家英就講，哇，這個辣椒好厲害哦！你睇辣椒會幾時行？自家種嘅也係買啊？買的啊。自家淘。買嘅。啊，自家去淘嘅。市場淘嘅。你說一般的辣椒係冇？對，一般的大辣椒啦，就。哦，會辣冇？這個比較中好，唔會辣。哦。細條嘅好辣啦。我對這個辣椒實在是太有興趣了。好，來開始來做。好，那一開始你先切鹹豬肉。好。生豆給切片。哇，切薄片。所以師傅，你嘅鹹豬肉睇啲係愛切幾片？睇啲嘅片啊？係。一般來講，台體差唔多0.3公分啊，係啊左右。真嘅呢，你懂厲害哦！我啲咧就方向看來，它切得非常非常的精準。你喺冇講嘅方案，我覺得你是機器人。後來一般來講，譬如講，你鹹豬肉炒蒜嘅嗬，譬如講你鹹豬肉上沙度嘅，就夾冰俾佢，將來烤是酸嘅。所以夾冰嚟酸咧，應該冇關係啦。冇關係。好，好，來，
你下来切嘛该？切散呢？好。你用啥颜色去叫诶？熟食，那从細頭睇是熟食。哦，真嘅溫哦。老師係啊。哦。其實我都有多少親戚關係來。真嘅哦，有有親戚。難怪而家一講，一聽家含中藥要幫你煮啊，邊個幾好誒？不用上啦。家媽媽老愛凍好。啊，真的哦。那家個北部有啊，係。是老家媽媽熟食。哦。係多兩下。給你那這樣要蠻切。就空量切片啊。跟溫老師，你看佢啊，他好像蠻內向的哈。錯啊。佢平常時出來喏，他用料理跟你說話的時候。錯。佢懂得煮哦。啊。佢會解鹹豬肉炒鹹豬肉，還有鹹豬肉炒飯。真嘅哦。哦，懂好吃。哎呦，我按你講啊，等下一聽到鹹記來煮炒飯幫我食。好，切的部分都好誒，哈。好，沙律呢做乜嘅？先煎鹹豬肉。好，鹹豬肉哦，因為剛我做有問溫老師嘛，哈，像你還有油誒，三層油還有油誒，不用當多油，應該唔是啦，哈。乾煎時候，好。因為基本上是會出油脂，你先不用落去。我印象中那個鹹豬肉哈，就是乾煎，煎完以後切。然後呢，做個筍絲佬，蒜頭米，哇，很好吃。那鹹豬肉做的唔是愛蒜絲，唔是愛乜嘅？可以不用加醋。哦。俺味道調到凍好了，唔會講用鹹。給你做的調，你攏愛你講你的幾個很厲害的秘方嗎？秘方。問完以後自己害怕。其實倆有啊，也冇嘛秘方啊，是講你嘅材料。用到好哦，像胡椒粉啊，胡椒你是用那種應該是用胡椒粒海打粉，你該嘅原料啊，你是好啲啊，唔會講撈其他嘅東西，阿啲嘅意思咧，一開始都講嘅，東西用到最好、最健康、最食材嘅，冇加乜個配的東西，就是最好吃的。那鹹豬肉是有問題豬肉，唔會冷凍所以我們醃製的時間是照新洲自己賣，賣豬肉。佢係講冇加乜個東西，我買咗去啊，按太條，譬如講我1-3年，我要蠻保存，不用冷凍庫。可以放多久？半年。半年。一天來不用冷庫，一天都不用冷凍哈。因為俺冇不用防腐劑。好漂亮哦，你看呀！我第一眼前面豬肉真引導好看，因為我看到那個油花肥瘦的分布懂這樣之外，因為我看到紋路嘛，那之後豬肉的紋路懂重要，哦，好，剪到右面擦擦，加水，加水。哦，兩下就濕濕的掉，哦，小心一點放。加水係本佢稍微軟化一點。給它收，本佢收節。哦。要改咗麼那種片。可以啊。你有算過你鹹豬肉做幾多種料理嗎？大概。10種可以嗎？真的算起來，整變散了應該走得啦。冰它已經掉入我陷阱。鹹豬肉跟住做來，家要學識煮差唔多10種鹹豬肉料理。今早餐走在今上性格。那咪夢見來上緊節目嘅啦。唔係啦。其實很棒啊，它可以做10種。煎大概差不多1分鐘啦。好。放進碗裡。一般來講，當然鹹豬肉就是鹹豬肉嘛，只是說它鹹或者是不鹹。有啲你會加一些糖，你會加麼？因為我用啲嘅鹹豬肉一直以來都冇加皮咧，因為基本上是有啲嘅香味，介到又甜又有鹹，所以我都冇 add 其他的調味啊咁啦。溫老師，你要請代言人就找他啦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所以才會找這麼棒的廚師來。吃你的鹹豬肉可以維持這麼好的身材，然後問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鹹豬肉真的都濕透料理鬆哦。
哎，所以两下手指然后就改打开来嘞。改咗打开来。好。four， 它太屌哎。你下睇火掉，你係一掉蒜白進去。好，先放蒜白。先甜香。先放一些蒜白，讓它炒一下。漢豬肉啊，肉梅頭、毛梅頭，佢食起來就黏黏住啲，像你漢豬肉是上為變性川湯嘅料理吼。咁我上次食下，轉到轉啲毛梅頭，因為毛梅頭係上次你還有加蒜絲，上次我還會嚟到加胡椒鹽呢，轉到才夠味。咁講我係要啊，是講好食辣，加啲辣椒啊。其他東西做得很正。按我食起來就還冇負擔，東西全部加好咧。然後這個蝦呢，蒜白。還有包嘅蒜米，蒜米丟下去。然後還有辣椒。還有辣椒啊。就像英講嘅，我上一次係辣椒，我就成中辣椒嘅。好。那溫老師，我有問題要再問你。一般來講，像你啲鹹豬肉，用攞杯，我剛有問原住民的嘛，哈，跟臘肉有什麼不一樣？臘肉的話，他們製作過程啊，其實都我會是先太陽，太陽一條曬，或是用熏，煙熏，對。啊，你也漢豬肉是醃製，醃製在冰箱放3天。哦，按你方法哦，做法冇共用。然後你是最尾是最尾要丟乜嘅？米酒，來嗆一下鍋，好冇？好。還有什麼？加一點醋，加一點醋。哦。我依個鹹香嘅梅頭煮出來。最尾放啲湯，一啲嘅湯哈，一啲嘅做代替味精。對。好。睇火炒一下。好。哇，好棒哦！油亮。嘿。用啲鹹豬肉稍微用啲咁焦焦誒，稍微啲嘅焦焦，有點焦香味，好有口感。還有啊，因為有豬皮嘅關係，古時候講加一冰的水可以讓那個豬皮的膠質稍微軟化，等一下咬起來的時候就很好吃之外，湯汁還有狗狗，有冇？這就不用去勾芡了，甜鹽呢。那你好哎哈，來。為什麼我覺得陳師傅在這邊做菜，我整個人變得非常的文靜跟不吵鬧？你會覺得他有一種安定的力量，然後我講話都變得好慢。因為運動驗證可以改善。這一點哈，我常說就是說，雖然說物以類聚，好像聽起來都很不好，有沒有？可是我覺得就是有大家，有共同理念的，還有共同想法嘞，就會聚集在一起。譬如講暗好的食材，讀到暗好的師傅，去做的暗好的食材，超毛。好，來兩個人的合作很棒。龍太家講，搶太家食嘞係嘛該？鹹豬肉炒飯呢？來了。你切開了，它每一塊肉哦，某空用的哦，可是裡面都長得一樣，表示他很用心在挑食材。我們看那個大廚有沒有？他漫畫也好，電視他都神態一張亂。陳師傅做菜哈，他其實都是跟長輩學的，比如鹹炒酸拍，張炒酸梅，下面嘿，比如鹹炒卵，這個不用買蔥哎，這完全是很傳統的客家做法，我覺得好棒。鹹豬肉炒酸的來咯，看下哈。
因为我没办法说话。你先说。其實咧就係我最後是嘅嗰種口感，就係嗰配豬肉嘅味素，有點脆脆，所以咧有點焦焦的。唔講呢，如果係用糟，香港加嘅湯啊、蒜絲啊，酸甜，因為是鹹，對，都好食咧。係傳統嘅客家味。錯，沒錯，懂厲害，就會講，因為啊酸拍哈鹹炒鍋哎，那個甜味已經出來了。顧壽公他把那個青菜的香氣，就是再提升跟肉味，跟肉哈，因為佢家剪到長長嘛，然後我家一開始熬到那個豬皮，所以我跟他講哎，佢不要啲水分，豬皮它軟，但是又維持那個口感，太好吃了，而且是一致的。那辣椒也很厲害哦，不會辣了，對，不會辣，是香的。你啊，真經有傳到，給應該講，老人家嘅米絲，好厲害哦。看不出來呢，就是文青式的炒法。我挑戰問先生就熱狗嘞，有哈，乜解？炒，我們可以自己點。印第安吃豆，你家印第安吃豆干就是自己挖洞跳下去啊。老師說他的炒飯很厲害。這一點哈，哎，可以這裡做炒飯嗎？可以啊，做得。太大聲了。做在做炒飯冇？做得哈，來，今日嚟試下鹹豬嘅炒飯咯。正經哈鹹豬嘅炒飯，剛真的跌入我的陷阱，而且我們什麼溫老師哈幫忙我們推了他一把，因為剛溫老師第一個大追股嘅時間就講到，我攏講佢做嘅鹹豬嘅炒飯很好食的哈，哎。還可以嗎？還可以。我剛剛講話會不會太大聲？會有講到你嗎？哎，唔係啦，唔係，有啲緊張啊。唔是緊張哈，鹹豬炒飯，我特別講炒飯最簡單，唔過佢最難做。因為炒飯炒到好食，佢有當到嘅要素。照嚟講，你平常食炒飯，蛋炒飯啦、牛肉啦、羊肉什麼都好，冇食過鹹豬肉炒飯哦。你看我老師的表情，他剛吃完那道，他給當傻批說。怎麼樣？我找的人很不錯吧？好了，開始來做哈。當然，炒飯呢，材料當簡單，切下來做，最重要係做鹹豬肉嘛。好來，搶做，我先做嘛該。一開始要鹹豬肉切丁。好。同樣先切片。因有看到冇？那個我吃到哈，特地鹹豬肉嘅品質，都強樣的飯，就啲講，啲做兩件事情的人來講，像溫老師，他就非常的用心。你看佢切開了，看那個，你看底部就底，它每一塊肉哦，冇強樣的哦，可是裡面都長得一樣，表示他很用心在挑食材。就係啲肉嘅配嗰個切話，嗰個啲嘅紋路不動價，嗰個啲嘅色不動平均，所以表示咧肉就顯得新鮮，安尼量差唔多嘅哈，好啦，表起來好咧，表起來，安尼較好。沙落一切嘛該。切蔥啊！你感覺啊，今日下我學東西啊，係講學到好食，切對嘅好食，就係食材我切對嘅安心。好，和自家做出那個東西，自家有感食，自家有當愛食。佢係安利啊，係消費者看到。你就食到很下歡喜，因為你自家做嘅人，自家有保證咧，所以食起來感覺就特別好。安尼就來哈。好，葱嘅芎樣哈，切幼幼。好，咁後來你切啲高麗菜。來。我覺得陳師傅做菜真的有機器人的 feel， 你當樣都切到芎樣呢平態，你真的很厲害。當專業。好，生下來做乜嘅？生下來你先攞鹹豬肉先煸香。芎樣先煸鹹豬肉哈。其實你炒盤啊，係當簡單嘅一隻料理。我講起來哦，叫千人嘅歷史誒，它其實是南北朝越國公有一位楊素，佢當我學炒飯，所以他就叫當好堂改名啊，叫做碎金飯，黃金的金。對，那我們現在就是鹹豬肉碎金飯。
你冻酱改娘哦有，皮下你冻酱改含猪肉。英住超快，你要把碎金放在最前面，你再念一次，预备开始。碎金咸猪肉炒饭碎鸡咸猪肉炒饭有没有？感觉很像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哦，很威的名字嘛。哦，佢用农家人哋切到细细地嘅鹹豬肉成百強吼，因為炒飯啊，地擺度師傅又不用亂嘅關係，古所講油則個加油啦，因為亂它是油，好炒飯中的是有鐵仔嘅話，就會覺得好像炒飯少了一點什麼味道，好。一下鹹豬肉百香以後，先落去起鍋。哦，不要用先拿起來哦，先拿起來，撒下來。撒下來用打一輪，打一個蛋，撈一下。我突然覺得師傅給了我很大在做菜上面的衝擊。因為啊哈，我們看那個大廚有沒有？啪啦啦，漫畫也好，電視上他都神他一腳亂。哦，你會馬趕快耶？快了，走的。突然覺得我好沒氣質哦，怎麼辦？我現在跟隨你好了，好不好？哦。沙來有沒有做馬該？打輪下去。好，哎，打輪下去。哎，我好像比較柔軟一點，它就有那個氣勢出來了。好，打輪下去，一摘出來，黑毛。一摘出來。你平常時啊，啲全堂煮食以外，你啲屋卡位煮菜本呀、姑娘啊、本呀，屋卡人什麼？唔會呢，哎呦，因為按動身，飯都做到甜嘅。當年都做到很多時間嘅，所以唔係食過去。哦，希望聽見全部藝術。真嘅。係哦。啲蔥。哦，蔥嘅成標，還有蔥嘅香味哈。陳師傅做菜哈，我覺得他很特別的地方是，你看佢喺後上，其實佢做菜的方式還有標東西嘅個順序，他其實都是跟長輩學的。譬如講加喺鹹豬肉炒酸嘅，嚟做埋嚟講，譬如講佢要先炒酸拍，再炒酸梅，啲咩係佢要先炒卵，這個不用乜嘅蔥誒，這完全是很傳統的客家做法，我覺得好棒。好來，農家撩起來嘅鹹豬肉，這個不用下去哦，這樣看起來就好好吃哦。馬上給你一碗白飯，真哎，你怎麼放下去？你太了解我了。哎，壓面就係不用落去咧。好，那你不用翻下去咯。好，夠了哈。夠了。好。仲有呢？冷盤一般來講用瓦嚟唔怕。哦，用輕點它哈。冇啲唔會散。係。像有的人想做黃金炒飯啊，你要懂得哈，就會把蛋先放在白飯裡面，先讓它和一和，下去就是黃金炒飯。哎呦，活跳跳。你講你人煙當中啊，做呢係鹹豬肉，最冇慳係乜嘅節日，比如講過年啊，然係哦過年哦，過年當到係送禮，送年㗎，所以家下呢啲家人冇慳唔耐嘛，兩隻嚟聽幫忙啊，係啊，兩隻嚟讓你聽書哦，什麼？我老師，你6隻來耶？怎麼可能？你不是還是姐姐嗎？我兒子很大了。真的假的？一個當完兵了，一個滿20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果然鹹豬肉也可以永葆青春美麗。好啦，你加啲調油。調油哈。炒飯一定要有調油哈，然後炝點鍋邊。鹹豬肉已經要鹹呢，莫加很多調油，加一點提味什麼的。然後上色。對，提味加上色。你看他放醬油是非常的小心，我剛剛都沒有呼吸耶，你有感覺到嗎？好，唔是不用油哦，唔是不用鹽哦，你啲鹹豬肉一鹹誒。
就不用一滴滴投入，本佢要 setting 哈，咱個啲要嘅投入嘅項目，好，攞佢帶出來。陈师傅，你要不要小小的透露一下，你自己在炒，就是在炒饭的时候，你觉得最大的技巧是什么？最大的技巧，除了我们你刚刚讲的食材嘛，一定水好的嘛，人饭好的，比如讲准批出两人饭好，有些人会觉得，中忙啊煮的炒饭出的冇重要，那去到顺序嘛，看料的顺序啊，很容易煮盘呢，它的软硬度啦，煮的饭，像我自家习惯係講，我的料都先炒好，料拿起来，我单独炒饭，按你做點我把饭先炒热炒熟，再把料放进去，按你做點冇很香真的哦，因为它在你要用嘅鹹豬肉一個腰，落盤一個下嘢先，因盤上個腰嘅都鹹豬肉嘅香味，那就對了，跟筍絲當重要，好，你撒下落嚟做乜嘅？最尾邊都有黑胡椒，黑胡椒，黑胡椒一定要有哈。可以整個提香一下。他喜歡好辛辣的，就加多啲嘛。有黑胡椒的香味。粒粒分明。温老师真的很好笑，你懂撒拼面，你看我刚刚老师这样，粒粒分明。不过温老师真的是因为你的咸猪肉也让师傅，就是做出这么好的料理。师傅很问哦，所以讲你得会请起来。你有是讲，我买不到你的咸猪肉怎么办？你就是按你曾经有过啊，就是某否一些，对啊，那我干脆是唔买嘞。温老师，你看，因为我唔会想用 packet 的鹹豬肉，因为嘛，唔啲嘅品質有乜嘢啊。跟你吃到温老师给鹹豬肉，对你来讲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啊？它没有跟冇加霉素啊，没有加味精。加味精。对，因为这样很好养生嘛。天然。比较天然的东西。光这一点我觉得就很能够说服我。如果是我喺小飛仔花我吃到我咩一定會現整。好了，按年說好哈。其實炒飯就是把多餘的水分炒乾，然後讓飯能夠一粒一粒的哈。不好意思，我剛剛講話好像太大聲，就是把飯炒得一粒一粒的，然後慢慢的盛盤了。我嘅經驗係安呢，好食的炒飯。不能有烧焦，这跟锅子没有關係，就是很乾淨。好，安尼做好嘅哈。好，來，龍太家講，你撒落去搶太家食咧係乜嘅？鹹豬肉炒盤。嚟咯。它不只是粒粒分明哦，你唔但搶食到，特別炒飯底位度嘅溫度嘅鹹豬肉嘅米絲之外，我覺得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。來了，吃炒飯哈。溫先生，我點唔講呢啲？我看而家當用心啲做炒飯嘅時間，我出點做嘛講去當位炒鹹豬肉炒飯，它不只是粒粒分明哦。我吃到你剛剛不用東西，你剛剛有講嘛？炒飯時間不用東西嘅順序當重要。好，古時候講你唔但搶食到，特別炒飯底位度嘅溫度嘅鹹豬肉嘅米絲之外，我覺得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。係啊，咁講嘅全部
冻好嘞，所以我是强强吃光光就好了。啊，冻好吃嘞！对啊，你要走在用碗公来装，用碗用蛇装嘞。对啊，哦，我觉得这个难怪文心上会讲，以龙牙含猪肉带到一个不同的境界，对不对？作为含猪肉做几年了，算起来，不到2年。不到2年哎，其实有这样的成绩，表示你讲你给半年的时间，真已经费了懂得会很费心就对了啦。所以要感谢我的亲朋好友当我的白老鼠。哎，还包括他喽。这个陈主厨，对于这个温老师哈，这个食材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？就一个主厨的身份来讲啦。因为俩含猪肉炒盘，像点解都改片啊，好少年有2种料理啊，哎呀，所以我长推出的些，还蛮多人好的，蛮多人点的啦，这样子。那本你第一个厨艺上面，就说你的做菜菜单料理里面多了很多的选项。对啊，哦，真嘅什么你的答案好会炒饭。谢谢。没有什么文心上。谢谢。什么你对食材的用心还有坚持，哈，您初创家讲的，莫不用味精，用最甜盐的。所以我刚刚说有没有什么撇步或秘方？没有，出用心。香港我相信消費者唔單止係受到安心，而家陳師傅改變是東西人受到歡喜。當然，我相信會帶動很下多嘅人來做一啲最天然嘅食材，會很下多嘅人受到很下幸福。真嘅哦，什麼樣子哦？哈，下擺之後煮，你講做量都還有8頭，我們煮有料理哦。謝謝你了，什麼樣子啊？謝謝。鄉親朋友啊，你大白啲食東西，你阿太家都比較注重食安的問題吼。唔過唔想到喎，人家客家人肉煮先，肉先人留下來，除咗最甜嘅、最自然、最健康嘅，就像文心上帶來的東西，好冇？沒什麼文心上有安尼心，有安尼想法，做得感染到大家。看一下本上有含豬肉冇？喺油嘅話叫哪裡煮？按不要出來是含豬肉炒飯，好冇？喺無限唔怕。出看安尼嘅，家家有好食就好嘞，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各家來主持，張來了哦。今日東方兒來到家家有好食嘅節目，也本愛介紹當多客家含豬肉嘅料理。朋友有落北部嫩料啊，有漢是落來料，泡茶本掉沙食，切含豬肉本掉沙食，什麼大隻家。